信也都荒廢。當發現活着只不過一個軀體，自我與自己不再聯繫。青春之後接過有時無情的洗禮，重擔是別人的認為，難過是勇氣開始節制。生命或許可以從頭來一遍，你會寫上什麼價值，什麼意義，什麼的起點。飛會找到新的感覺，飛會找到新的觸覺，飛翔折翼的一個前奏仍在播放，飛會解脫新的知覺，飛抱緊了心中希望光芒，在夢的一方展開心扉探索，幻想自己可以穿起盔甲作戰，仍然貌似勇士，平原上闊步奔馳。